Yo，我係唔係喎？好似唔係我講嘅喎。Testing 試咪，我係蛇仔。咁咧都好耐同大家見面啦。我諗數下應該都4-5個月左右啦。啊，我哋又唔講呢啲嘢嘅，講得多傷感情啦，係咪先？好，唔講啦。喂，冇錯啦。咁話説咧，早排我做咗毒男喎。冇錯，係毒男啊！咁我睇咗套動漫喎，叫做《4月是你的謊言》。咁有個畫面咧，我幾深刻嘅。ミワが言ってたよ。彼と出会った瞬間、私の人生が変わったの。見るもの、聞くもの、感じるもの。私の風景全部がカラフルに色づき始めたの。世界が輝き出したの。冇錯啦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嘅 Instagram， 就可以發現我有一個敷咗10年塵，啲塵可以當被冚嘅口風琴。所以我今日決定開封我細個嘅夢想俾大家睇。Waiter， 由於節目調動關係，介紹口風琴嘅內容將會喺下條片播放，不便之處敬請留意。好啦，冇錯啦，我而家咧就喺度清理緊呢個封咗多年塵嘅口風琴啊，準備嘗試彈奏一曲俾大家聽。咁咧。我唔知吹完之後會唔會有啲蛇蟲鼠喺裏邊躝出嚟啊？咁我希望冇啦。咁咧，我亦都希望佢唔會搞到我入醫院啦。係啦，玩命系列嚟啦。好成功啊！啱啱都彈得唔錯啊，10年喎，10年冇彈過係10年啊，咁都 OK 啦，收貨啊，好高啊，彈完啦。當然啦，呢個只係一個細個嘅夢想，大個咗我就冇再繼續追呢個夢啦。唔知大家有冇啲想實現嘅嘢呢？當初我就因為半途而廢，所以放棄咗口風琴。而家諗翻起都只係一啲美好嘅回憶。記住，夢想係要堅持同埋努力，甚至要犧牲一啲嘢去換翻嚟。只要你努力唔放棄，終有一日你會得到你想要嘅成果。